继续来看飞达 GTC 大会，除了台积电之外，台厂的供应链用马拢总到场相挺，尤其是伟创的总经理甲执行长林建芬，佮亲身到现场，伫咧单位来现身。一寡科技大厂是拢伫咧会场展示各种 AI 上新的技术。会场济人回答年度新书 GTC 大会热烈起鼓，台湾成为 AI 供应链的关键角色，当然拢有行卡到。伟创总经理林建芬伫咧单位展览符合飞达平台需求的 AI 结构产品，经业代跟华码拢有到场，其家是展示上新的软体和硬体的技术。台湾是不可能取代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供应链是一整条在台湾，对，一天之内我可以零件从这边到这边，我们已经把这个台湾的这供应链巩固到别人碰不了了。台积电成为飞达上重要的生理盘，会场内底有真显目的 logo。另外，可以当看到鸿海伫咧 MGX 平台的创新应用，和台达电的电流结构。现场有负责飞达供应链的两大主管 Andrew Bell 和 Gigi， 同齐参与 AI 新书。这科技大厂，让大家看到台湾的 AI 实力。黄仁勋用5展加2个来形容即卖 AI 产业，除了上关键的应用，剩下4展都拢是台厂供应链包办。说落来 AI 发展，台湾拢占有一席之地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